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7月初2，咱做伙来读约伯记第19章到第24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9章，约伯因比勒达讲：你予我的心忧苦，用话缀喙我，要到第时？恁一遍搁一遍凌辱我，歹款待我，嘛袂感觉见笑。我若真正有价值，价值我家己承担。恁夸口家己比我较好，搁用我的不幸证实我有罪，就知上帝冤枉我，伊用罗网围我，我大声喊冤枉我，毋过无人应我，后叫嘛无人主持公道。伊查我的路，予我袂当过去，用黑暗遮盖我要去的路。伊剥夺我的尊严，扭起我头壳顶的花冠。伊对性命攻击我，甲我消灭。伊甲我的羽毛背起来，亲像在背树。伊发大生气攻击我，看我做伊的对敌。伊的军队做一个冲来，开路来攻击我。伫我步边的四围十赢，伊予我的亲族远离我，予朋友甲我疏远。我的亲人甲我断绝关系，我的知己拢袂记得我。我的人客，我的女婢看我做外人，因拢看我做身份人。我叫我的奴仆因毋面，我着亲喙甲因高情。我的气，予我的某亚真，我的亲兄弟嘛厌恶我的臭味，连囡仔拢看轻我，因看到就取笑我。我上亲密的朋友拢厌憎我，我上疼的人变面反对我。我散甲皮包骨，我只有剩一口气。我的朋友啊，恁着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因为上帝的手攻击我。恁是安怎亲像上帝困击我？恁要考察我到什么时？我哪尼啊望将我的话写起来，记伫册里，用铁参仔刻伫石头，用盐灌注留到永远。总是我知，我的救赎者活着，最后伊会起来替我辩护。虽然我的皮烂去，我的肉身也会见到上帝。我会看到伊徛伫我身边，我的亲目看到，毋是别人。我的心肠安尼较无够愤气。你若讲，咱要安怎甲伊分别？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伫伊，恁着惊刀剑，因为上帝生气，恁会受刀剑的刑罚。恁着知，一定有审判。第20章，拿玛人说法因约伯讲：我听到凌辱我的责备，我的心着急。我要甲你用，袂用得。我的智慧教我着安怎用。你敢毋知对古早，对有人伫世间以来，歹人得意无久长，无敬虔的人会欢喜万年久。虽然伊骄傲悬甲拄天，头壳磕着云，到尾
嘛会亲像家己的份永远消失。捌伊人话讲，伊伫倒位，伊会亲像迷茫爬去，找袂着，会亲像迷失的幻想消失。捌看着伊的人，袂当搁看着伊，嘛袂当伫伊大的所在搁看着伊。伊的囝儿着悲伤散食人，伊着亲手交出家己的财富。伊虽然有少年勇壮的骨骼，嘛无久嘛会归途。虽然邪恶伫伊的喙内是甜的，伊不时藏伫姊的，伊毋敢喷出来，拢含伫喙内。毋久，迄个食物入去腹内就歹去，伫内面变做毒蛇的毒。伊吞食财宝，袂阁吐出来。上帝要对伊的腹肚饮出来，伊会使毒蛇的毒，蛇的毒牙会害死伊。伊袂当看到江河，看袂到老年甲蜜的花。伊落口得到的吞袂落去，着行人袂当享受贪来的财富，因为伊压制搁气杀善食人，强占别人起的厝，因为伊贪食毋知满足，伊所爱的无一项留会牢，无一项无互伊吞落去，所以伊的欢迎袂久长。伊好业充足的时，所有的苦难灾祸拢会临到伊。伊腹肚胀饱的时，上帝会降落猛烈的生气，会降落大生气伫伊顶面。伊若闪会开，铁会夹，嘛会互虫的箭头射透过，箭射透伊的身躯。金死死的箭头射过伊的胆，有血擦擦滴，互伊惊甲要死。伊自集的财宝拢会受毁灭，毋是人的手所点的火会烧灭伊，留伫伊布边内的嘛会受烧毁。天会暴露伊的罪过，地会起来攻击伊。伫上帝大生气的日，伊的家伙拢会互大水冲无去。这就是歹人的命运，是上帝注定互因的结局。第21章，约伯应说法讲，请注意听我讲话，这才是恁应当互我的安慰。请耐心听我讲，我讲了，才出在恁支持。减讲，我是伫对人怨叹，我着急减无理由，恁注意看我，就会惊到，用手黄喙点去。我若想着就惊吓，规身躯皮皮喘。歹人是安怎活地，食长岁寿，阁有权有势，因子孙满堂，阁亲目看着后代的成就。因的家庭安稳无惊，上帝怪嘛无拍因。因的牛港团结无断，牛母生囝嘛无流散。因互囡仔自由佚佗，亲像游群。因的囝儿四界着跳，因何就能够甲琴唱歌，缀片仔甲簫的声欢呼。因一生幸福，事事亨通，阁平安乐荣富。因对上帝讲：莫插怨，阮无爱知你的道路。全能者是啥人？
阮若得服侍伊，阮对伊祈求有甚物利益？因主张欢迎是靠家己的气力得到的，歹人的意念实在好了解。歹人的顶减捌火气，在下有偌济遍临到因，上帝生气减捌互因艰苦，因有偌济遍亲像互风吹散的草叶仔，亲像互狂风吹去的粗糠。恁讲，上帝因为老爸的罪过，刑罚伊的囝儿。毋过，我想，毋达到伊本身受报应，互伊知家己的罪，互伊亲目看见家己败坏，本身承受全能者的生气。人一旦死去，点会当搁关心家内的代志？连天顶的使者拢受上帝审判，啥人会当将知识教示伊？有人到死健康勇壮，一生平安无事，伊的精力充足，筋骨勇壮；有人到死心神痛苦，一生毋捌享受福气。因拢相款归途，互通看目。我知恁咧想甚物，嘛知恁陷害我的阴谋。恁问大人物的厝伫倒位？歹人住的所在伫倒位？恁敢毋捌问过路的人？敢无接受因所讲的？歹人伫灾害的时平安无事，伫大受气的日得到逃脱。伊所行的，啥人会当面甲伊指责？伊所做的，啥人会甲伊报应？伊为互人光起梦地，阁有人固守伊的梦，埋葬的土对伊嘛甘甜，送葬的人前行后退，算袂了。恁的安慰拢是虚假，恁的应答拢无意思。第22章，提曼人以利法因约伯讲：人对上帝有甚物路用？智慧人对伊有甚物利益？你做人公义，兼为互全能者欢喜；你的行为完全，兼为互伊得到利益。伊兼会因为你敬畏伊来责备你、审判你。你的罪恶减毋是真大，你的罪过实在无穷尽。你无理无由，摕兄弟的物件做抵押，剥因的衫，互因赤身裸体。野生的人，你无用水互因啉；枵餓的人，你无摕饭互因食。虽然你有权势得到土地，有地位住伫迄内面，毋过你互寡妇空手着去，压制孤儿的手骨，所以活头性命为你，恐怖忽然临到你，黑暗互你袂当看见，大水淹没你。上帝减毋是伫天极悬的所在，你看星星的极头遐尼悬，你煞讲上帝知甚物？伊哪会当看透黑暗来审判？目云压榨伊，互伊袂当看见。伊伫强枪的顶面行游，你兼要行以前邪恶的人行过的路，因的时还未到就消失，因的地基互大水冲无去。因对上帝讲：莫插阮，全能者会甲阮安怎？要求上帝用好物堆满因的厝，歹人的
意念实在好了解。义人看到歹人的结局就欢喜，无侪人要甲因起笑，讲起来攻击阮的人，果然受消灭，因所剩的拢互火烧去。着顺服上帝，甲伊和好，福气就会临到你。着接受伊的喙所讲的教示，将伊的话藏伫你的心内。你若谦卑活转来归向全能者，对你的厝内除去邪恶。你若看黄金做土粉，看纯金做客里的石头，互全能者做你的黄金，做你贵重的银，安尼你就会仰望上帝，会因为全能者来欢喜。你对伊祈祷，伊会听你，你嘛会谢你的愿。你计划要做的代志，伊会互你完成，嘛有光照你的路。上帝互骄傲的人降低，佮拯救谦卑的人。上帝会救无辜的人。你的手若清气，伊会解救你。第23章，约伯因以利法讲：我到今仔日要大声埋怨，我害惨，上帝的手要搁甲我指条条。我尔爱知着安怎才会当找着上帝，通到伊的座位。我要对伊摆列我的案件，为着我家己申诉。我会知伊会安怎应我，爱明白伊要对我讲什么。伊减会用大权能对付我，袂，伊会听我申诉。伫遐正直的人会当甲伊辩论，安尼我就永远免受审判者定罪。毋过我往东去找，伊无伫遐；往西嘛无看着伊。上北去伊伫做代志遐，无看着伊；落南嘛无看着伊的影。总是伊知我所行的路，伊考验我了后，我会亲像锻炼过的金。我一直缀伊的骹步，接受伊的路，毋捌偏离。我毋捌违背伊发出的命令。我珍惜伊的话，不时记伫心内。伊一个决定，啥人会当甲伊改变？伊照伊所爱的去做，伊会照伊为着我安排的去做。伊也有真侪即款的计划，所以我伫伊的面前皮皮喘，我想着就惊，因为上帝互我适当，全能者互我皮皮喘。虽然大黑暗也看我的面，我犹久毋点点无讲话。第24章，全能者是安怎无要定审判的日？捌伊的人是安怎看袂到伊的日？有人依煞地界，抢规群的精生去饲，因甲孤儿的驴牵去，掠寡妇的牛做抵押，因剥夺善食人的权利，逼艰苦人逃亡密起来。善食人亲像风暴的野驴，为着囝儿拍拼找食。因伫别人的园割牛草，伫歹人的葡萄园捡剩的葡萄。因规暝无衫通穿，脱体伫困，寒嘛无通夹。因伫山里互大雨压重，因为无夯早
就辄伫石壁。有人对老母的行程，甲无爸的囝抢去，搁掠善食人的囡仔拄笑。善食人无衫通穿，转摕做工，摇摆倒替人担袂捆。因伫歹人一排一排的橄榄树中占油，搭喝茶做酒，家己要顾喙焦。城内有得要死的人，害害惨；受伤的人哀叫求帮赞。毋过上帝拢无得关心。有人去撒光，毋知伊的路，无爱行光明的路。天要袂光，杀人的就起来，去杀善食困苦的人，眠时搁去做贼头体。奸淫的人迫切听候天暗，想讲无人会看到我，搁暗家己的面。贼仔眠时乌壁空，日时眯起来，因无爱光，因看暗暝做日时，因为因看黑暗的恐怖做朋友。歹人亲像水泡，真紧消失，因本地的土地受咒诅，无人搁行去因的泡汤园。抗旱甲炎热，互雪扬去，互水消失。阴间嘛安尼吞灭有罪的人，连生因的老母嘛袂记得因，通甲因食了了。歹人无人笑纳因，亲像树受压制。因欺负无怀孕、无生囝的妇人人，无好款待寡妇。上帝用伊的权力消灭强暴的人。因虽然兴起，伊互因性命难保。上帝互因暂时平安无事。伊的目睭不时监视因所做。因虽然兴旺，毋过一时仔久就消失，因为衰微，互别人共款，互人收拾，亲像未遂，互人挂起来。安尼，啥人会当甲我反驳，证明我所讲的毋对？咱今仔读的圣经节伫约伯记第19章到第24章。